主后2024年7月28日，撒利教会主日礼拜，来先咱来听读圣经列王记下卷22章8节到13节。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讲：我伫上主圣殿内面发现一卷律法的册。希勒家将册交予沙番，沙番就读迄卷册。书记沙番去见王，回复王讲：你的仆人已经将殿内的文拼出来，交予管理上主圣殿的人。书记沙番阁对王讲：大祭司希勒家有摕一卷册予我。沙番就伫王的面前大声读迄卷册。王听到律法师的话，就拆离伊的衫。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沙番的囝阿希甘、米该雅的囝阿吉波、书记沙番，甲王的人臣阿撒雅讲：恁去，为我甲全体犹太人民将所发现即卷册的话请问上主，因为咱的祖先无听趁即卷册的话，无照所记载对咱的教示去做，所以上主对咱发大受气。约瑟啊，发现律法册，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较日风台拄搭过，风头雨大，真侪所在拢有淹水积水。有的人伫风台过了后，必须清理家园，也是车辆，也是田园，寻查损失，也是修补减少类似灾害带来的可能损害。会记咧西教会牧师馆伫还未整修以前，甚至风台天捌甲规座窗仔吹破去，房间内也拢积水，搁坐树叶仔。后来插窗仔只是用插条仔甲顶饰固定牢咧，破去的玻璃片就找布帮仔甲顶封咧。二楼的房间也有一间见若落大雨，就斯拉布的天棚插入去。后来牧师馆经过大整修，该拆、该改、该补、该做的部分做一遍，拢处理好势。楼厝翻修了后变甲诚水，真坚固也诚实用，也免烦恼落大雨，还是风台天住了会安怎，加介安心，也加介舒适。前几日去斗六教会开中会，也发现因的以前查某的旧便所，拢总敲掉改做真现代化的新便所，也互老教会有新的气象，真正真无共款。教会互人的感受是变加真活泼，也加真人性化。咱伫今仔日读圣经听讲道的经文是列王记下卷21章到22章，其中有讲到一个犹大的好王叫做约瑟亚，伊伫派人去整修圣殿的时，大祭司发现一卷律法册，结果约瑟亚伊听完即卷册的内容了后，大受激励，就进行超越全国性、是全民族性的宗教改革运动，带来以色列民族一波的复兴。大先，咱来看分段。第一段是21章1节到9节，遮咧讲犹大王玛拿西。玛拿西
的老爸希西家是两支平定真难得犹大王中间的大好王，总是真无彩，伊的囝马西却是南犹大数一数二的大歹王，形成真大的落差。而且马西在位总共做王55年，是南北国做王上届久长的王，所以伊的歹甲伊所留落的歹败坏民族国家，也造成国家加速灭亡大灾难的速度。马西并无学伊的老爸希西家的敬虔甲公义，反倒转恢复偶像崇拜，也四界大量去拜偶像的场所甲设施，也伫圣殿的两个亭去拜天上的坛，佮烧伊的囝做祭，卜卦、行邪术、牵亡，甲投机倒头，做真侪上帝看做歹的事，激上主受气。马西歹鬼带头，伊带人民做歹，比上主伫以色列人面前所毁灭的列国搁较严重。早前迦南人上主容允以色列人赶逐因，就是因为迦南人的歹，互上帝忍无可忍。即马伫马西甲南以色列人的歹，甚至比早前的迦南人搁较歹，这表示上帝得要审判刑罚这以色列人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第二小段是上帝谴责马西犯罪做歹，21章第10节到18节。上帝托正先知，其中包括先知以赛亚去警告马拉西王，讲上帝对伊的所做的歹，要用甲北国以色列同款的标准来对付南犹大国甲人民，互因受上帝气杀，然后会诚侪对得的纳物受抢去。10节讲马西除了互犹大人犯罪做上主看做歹的事以外，阁有真侪无辜的人会毁，互要率领世界拢是毁。也就是伫执政的时，伊实施独裁暴政，只要反对伊的人，也是甲伊袂合的人，拢总杀死。其中也包括先知以赛亚，也是伊下令用锯仔活活旧世顺道的，这实在是残忍至极。两记对马西王完全无半句的好话，敢若讲到伊死了后，换伊的囝阿文煞接伊做王。毋过，咱若对照历代志下卷对马西王的记事，有讲伊伫亚述王来进攻的时阵，有甲伊即个掠去割片，搁挂骹扣，拖去巴比伦流放。后来马西有对上帝忏悔，谦卑认罪悔改，上帝也予伊平安转来耶路撒冷继续做王。伊就弃杀偶像的崇拜，专心拜上帝，服侍上主。这咱伫以后列王志下卷会搁历代志录下卷会搁再讲到。第三小段是21章19节到26节，咧讲犹大王阿文。阿文做王的时22岁，伊也是做歹无好的歹王，而且伊完全
伊个老爸马西早期所做一切歹。阿文做王只有2年，就互伊个部下人神暗杀刣死。虽然圣经并无写理由，毋过圣经个学家也揣测有可能是甲迄段当时个国际局势直接有关系。当当时亚述个国运已经开始衰败，若是埃及个势力拄呾兴起，搁巴比伦新个势力也渐渐伫浮头。因为阿文伊是行亲亚述个路线，所以有可能是互亲埃及个部属暗杀。毋过，遐个暗杀阿文王个人，真紧也受刣死。因为基本上南犹大个人民还是拥护大笔个王朝，毋管因个王是好还是歹。阿文死了后，伊8岁个囝约西亚续接做王。第4段讲到犹大王约西亚，22章1到20。约西亚8岁做囡仔王，毋过伊是一个有言之子，因为伫伊出世个300年前，就有一个先知预言关系伊个出世甲所做个代志。迄时是所罗门死了后，国家拄呾分裂，亚伯安建立北以色国个初期，有一个先知预言记载伫量记上卷13章个第20讲，看大卫家会有一个囝出世，叫做约西亚，伊要将遐个伫山头段烧香个祭司刣死伫迄顶面，嘛会伫迄顶面来烧人个骨头。这个话后来也果然应验。约西亚无亲像伊个老爸阿文做歹甲拜偶像，反倒转伊行伊个祖先大笔个路，做上主看做好个事。第5段是伫圣殿发现律法册22章第30到13节。约西亚做王第18年，也就是伫伊26岁个时，有差派大祭司希勒家整修圣殿。伫整修圣殿个过程中，有发现一卷摩西个律法册。当当时个册重要文书是写伫羊皮卷个顶面，亲像现代个台语圣经翻译做卷是对个。即卷册应该是摩西5经个抄本个一部分，也有可能是申命记，也是申命记其中个一部分。大祭司希勒家将迄卷册交互王家书记沙番。沙番伫约西亚王个面前大声读完即卷册，约西亚王大受震撼，甚至拆裂家己个王服，表示悲痛，讲：咱个祖先无听趁即卷册个话，无照所记载对咱个教示去做，所以上主对咱发大受气。第2段是女先知福利代回复约西亚王22章14、19、20节。约西亚就发现律法册个记载，去请教先知福利代。伊回复约西亚王讲：上帝要照律法册所讲个降灾祸，互犹大国甲人民，也要互迄所在变耙远。总是因为约西亚王会谦卑忏悔，所以伫约西亚王活地个时，上帝袂降灾祸，互犹大国甲人民要有平安。
历代志梁记下卷20章到22章，咱也通伫历代志录下卷33到34章来做比较对照。即两章对咱有甚物种启示？头一项咧讲到着龙主回头尽力免错。马西这名上早是雅各的囝约瑟，伫埃及所生的大囝，名的意思是麦基得，是约瑟要麦基得伫埃及所受的苦难甲老爸的家。后来马西成做以色列民族12支族中间的一大族，搁拆做东马西甲西马西两个半支族。若是马西王头壳是完全甲上帝恩典甲伊的老爸希西家怎样敬虔公义完全袂记得，伊成做一个比以前的迦南诸王甲所有的歹王，无论是南北国任何一个歹王，搁较歹甲有剩的一个王，而且伊做王坐位的期间是上界久长的。伊连家己的囝也抬献祭互摩罗舍神，伊搁带南犹大人做伙对倒败坏，通讲是一个无可救药、彻底败坏的邪王，也是龙主。毋过当伊互人亲像牛落刀情生安尼，去互亚述王甲伊割片，搁用铁链拔条的，甲伊牵拖去到伫巴比伦流放的时，伊会伫遐彻彻底底忏悔，搁谦卑悔改。上帝也互伊有命倒转来耶路撒冷继续做王。伊大半世人做歹人歹王，也斩杀袂少的忠良。总是伫伊认罪悔改了后，伊也确实尽力尽量地弥补伊过去伫罪恶中所做的错误。伊有伫我上有归向主敬拜主，虽然所做的好无法度来掩盖伊过去所做钉钉塌塌的歹，毋过伊浪子回头也确实是难能可贵。有一首圣诗叫做《奇异恩典》，奇妙恩典。这首圣诗包括非基督徒中间也真侪人真爱吟，也是爱听的歌。作者John Newton 原底是一个恶名昭彰的奴隶犯仔，后来伊也互人卖做奴隶。伊深悔改，伊讲上帝会听，基督的救恩就写下奇妙恩典这首旷世名曲来传讲上帝恩典。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讲，安尼无论什么人，若甲基督结连，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呾拢变成做是新的。第二，伫遮咧讲到着圣殿甲圣册、敬拜甲服侍。两记下卷21章7节到8节真简单，佮重述圣殿甲摩西律法圣册。即间圣殿甲耶路撒冷是我伫以色列支族中所竞选的，我的名就伫遮永远受敬奉。以色列人若听趁我所有的命令，遵行我的仆人摩西所吩咐因一切的律法，我就无搁互因对我所赏赐因列祖的土地受牵涉。按理讲，耶路撒冷的圣殿是象征上帝徛起的厝，是上神圣的场所。总是马西王竟然伫圣殿
亵渎上帝去异教的祭坛，搁伫遐拜偶像，惹上主的大生气。新约中，主耶稣伊有赶出圣殿定年咧做买卖的生意人，佮讲圣殿是万民祈祷的所在，人哪通甲伊变成做是贼兽？当亲爱中志下这咱来教会，咱来做礼拜，咱也着爱省察咱家己，是毋是有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上帝？还是咱也伫遮诚做一个争权夺利、甲买卖交易、名声地位的一个场所咧？佮圣经上帝话是毋是对你来讲是怎样的一本册？是驱邪护身，还是卜卦算命？还是这是一本真理、道路、换命的指标的册咧？基督教信仰是尊主做大，也互咱学习主耶稣怎样掠天父上帝旨意，得到实现最大上界要紧的代志。这也是咱长老教会创办者约翰加尔文教咱讲的：人活着就是为着要荣光上帝。圣经是咧教咱怎样服侍主上帝。主耶稣讲：人若要服侍我，就对我，我伫倒位，服侍我的人嘛会伫遐。人若服侍我，我的爸会甲伊尊重。约翰福音12章26节。第三，咱来看圣经做至宝，信奉就会得利益。约西亚王伫咧整修圣殿的时有发现一本律法册，这有啥物特别的所在？圣殿应该至少嘛有一套完整的律法册，也就是摩西五经。那安尼，即卷律法册阁是啥物？这有可能是历史悠久的古抄本，放伫仓库，也是某一个较稳密的所在底保存。经过漫长的岁月，无漚去，无皱去，嘛无受毁坏玷掉。拄好伫约西亚伊派人去整修的中间来发现的。约西亚王是一个敬虔听主的王，所以发现即本真古老的律法册的抄本，的确有上帝特别的心意。约西亚伊伫震惊佮欢喜的中间，伊赶紧找人去询问看，到底上帝伫这顶面有啥物种的意思？也伫伊明白了后，伊发动规模上大的宗教改革运动。这咱伫下一回会阁详细来讲。上帝话，圣经虽然古老，毋过是具永生。咱得读、得看、听叹上帝话，听读上帝话，就会得到大的利益。诗篇119篇全篇拢是讲论上帝的律法，精彩奥妙是安怎，搁再安怎。其中伫111节到112节有讲：我将你的教示做永远的产业，因为这个是我心所喜爱。我专心归向你的命令，永远遵趁，直到性命结束。保罗总结，伊有对圣经的认捌安尼讲：全部圣经是上帝的神感动写的，对教导、对督责、对纠正、对训练人行正路，拢有利益。互服侍上帝人装备好势，通做逐项好事，
提太后书3章10到17节。愿咱毋通做袂记哩上帝恩典，偏行家己的路的浪子，也若是浪子，着赶紧及时回头。主耶稣基督会改变你，互旧人变成做新的人，也赏赐你新的生命，互你有新的人生、新的生活。也咱做一个基督徒，伫教会中，就是爱用心灵甲真实敬拜上帝，尊主做大。读圣经是要互咱明白真理，来服侍主，听叹上帝话，照呢去实行，就要有大的利益。咱做伙来祈祷。听人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也互即个凯美风台远离阮。虽然伫风台的中间落介大的雨，也安尼造成真侪人的家园甲产业的损失。总是阮也相信，这会过去了后，也要重新来得到一个新的开始。求你也看顾，或者伫整理家园，也是产业的代志，也会当伫真紧的中间来得到即个完全清理好势。阮嘛伫主你面前感谢主，也阮伫今仔日的圣经的中间看见约瑟王怎样听主伫整修圣殿的过程，主你也互伊来发现一本真古老的圣经草本，也伫遐当伊听了后，伊也大受感动，激励来带领全国以及全以色列民族来搁较深的归向你，也互阮会当珍惜伫即个信仰的中间，搁较深伫读圣经认捌上帝的话语，也照安尼去行，得到主你的十分祝福。阮伫你面前献上感恩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上帝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